呢一間屋咧就比較特別少少，因為呢一間屋咧，我哋個客人咧其實喺10年前已經揾我哋裝修嘅。咁後尾咧，佢就可能依家咧，因為多咗個小朋友啦，咁所以佢就買一個3房嘅單位，咁再揾我哋去再裝修過呢個單位。咁同埋嚟講咧，我哋呢個設計咧，因為佢又中意有啲奶油風、有啲圓角，因為小朋友嘅關係啦。咁同埋佢又想有啲簡約嘅風格，咁所以我哋就將呢兩個風格混合埋一齊，去做咗我哋今次嘅設計咯。大門口有邊個做大櫃？估你都估唔到，入邊竟然係藏住咗一個工人房。呢一個設計真係慳位到至極，而且仲要係地台床嘅設計。簡約得嚟又夠實用，工人房前面嗰座大櫃都唔簡單噶，下櫃可以打開，原來係收納單車嘅好地方。香港地單車位咁難揾，咁樣收納真係一流。行過走廊，抬頭一望，龍門架頂竟然係一個弧形嘅設計，令到成個空間嘅線條都柔和咗。客飯廳就梗係要開放式嘅設計啦，成個空間即刻開揚晒。一家人喺度煮飯仔、食飯、傾偈都唔會覺得狹窄。廚房啲櫃仲要係奶油風設計，望落去溫馨又舒服。煮飯嘅時候心情都好啲。講到主人房，少女心爆發，粉紅色嘅牆壁簡直係夢幻到不得了。主人房嘅浴室就走簡單嘅路線，淺色設計，乾淨企理。細仔房床尾設計咗一個飾物架，俾佢擺啲心愛嘅玩具同裝飾品。大仔房書台就係設計喺窗邊，等佢可以一邊溫書一邊望下啲風景。下次同主人房嘅浴室都係用咗同樣嘅設計，鏡櫃用咗圓角同埋滲燈嘅效果。